係各位網友，上個禮拜一路以來嗰、個哇大家咧賺錢咧，我相信你都係咧賺到麻晒啊！即係我老婆搞咗3個月，開咗個細 account，都賺咗50幾個 percent，呢個係3個月賺咗50幾個 percent。咁咧就係點不知星期五就 Palantir 就係跌開頭咧就係跌咗呢個6-7個 percent 啊！咁收市之後咧就再大跌，跌到10%，後來咧就兜翻2個 percent。咁有啲人咧就驚就驚。咁就係我先解釋嗰呢樣嘢先，呢個就係呢個 Palantir 呢個跌幅呢個跌幅143蚊，呢個就係一路跌到133幾蚊，呢個又反彈翻上去135蚊收場，呢個就係咁樣，呢個就係52週高點148蚊㗎。你唔好唔記得啊，佢嗰個52週嘅低點係21蚊嗱。首先咧就係呢一個係，首先我講俾你聽點解咁咧？係原來咧佢係由呢一個 Russell 2000嗰度就係除名，因為呢個咧係細股，佢就除名，就會加入咧大股。如果佢由細股嗰度除名咧，好多追蹤嘅基金咧係要將佢賣出嘅。原本揸 Russell 2000啲基金咧就要將佢賣出，而一下就要賣出，因為佢哋個 mandate 咧係如此。但係咧，佢加入大股嗰度咧，有段時間俾嗰啲人買嘅未買，賣嘅咧就要清倉，於是咧產生呢個短暫嘅現象。講你都唔信 Palantir 市值已經係3000億啦，令我都有啲擔心。個本益比570倍，我都明見個 PE ratio 咧可以570倍嘅，呢個就係咁當然啦，我係認為呢隻係全個市呢個係最。即係你唔可以拎嗰啲細股價嚟到比嘅，嗰啲細股咧就上上落落，呢個冇意思。你講成1000億以上嘅股票咧，呢隻係絕對係獨一無二嘅 performance 嘅股票。呢個咧係過去幾個月我主張嘅呢個係重心股票啦咁樣。我係睇唔到有乜嘢 negative factor 嘅，短期內係咪仲升得咁急咧？咁就係我唔敢講。佢結果收係135蚊咁我係唔敢講。咁但係咧，長線嚟講咧，我都堅決支持咧，佢係會向好嘅。佢最新嘅消息咧，佢又同間核電廠簽咗個1億美金嘅合約。嗱，呢個好重要。點樣可以 optimize 嗰個核電廠嘅生產？你見到咧，每一個行業咧都加入去 Palantir， 一加入 Palantir 之後咧，佢嘅 productivity 咧就大增，呢個就係咁。於是其他人咧就唔能夠唔加入。佢啲舊客嘅保留 rate 咧係，如果你用真 Palantir 咧，你走唔翻出嚟，只會越使越多錢嘅。呢個似70-80年前嘅 IBM 啦，咁首先我同大家講呢個 Palantir 點解跌先？第二，我就開始咗喺呢個 YouTube 度講咗第一講關於印度嘅問題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就會喺呢一個我而家就除咗週末咧，我就講下呢啲股票，然後咧我就會講投資哲學嘅第一講，每個禮拜講一講。咁就係我應該係琴日定前日講咗印度嘅第一講。咁我喺星期3咧就會講印度嘅第二講，就係喺 Patreon 度出嘅。咁咧就係我會繼續講我嗰個推理，點解要買印度股票。但係我發現咧買印度股票咧好困難。咁咧就係我揾啲方法嚟到買印度股票啦。呢個就係咁過去咧我就曾經咧就買過印度嘅 ETF， 買過2次。有一次喺呢度，2023年喺呢度，結果喺呢度沽咗，我係沽咗。咁就因為我等錢使嗰次。咁咧最近咧又買咗啲印度股票。
咁咧我就會再詳細講點解要大力投資印度股票，同埋買邊啲股票，買邊個行業嘅股票，同埋咧我就會買呢一個邊間公司嘅股票，呢個就係咁，呢個就係喺星期三出嘅呢一個係呢個投資印度嘅，大概講4-5講到啦，睇4-5講到呢個就係咁，然後你見到我啲倉咧就開始買 individual 嘅印度股票，呢個就係好啦。投資哲學第一講，呢個係同埋街度教你嘅嘢完全相反。街度教你咧就會你配置30%喺股票啦，20%喺地產啦，10% 喺呢一個債券啦，即係咁樣嘅。咁我係認為咧，呢啲咧全部都係 bullshit，係全力投資股票，而唔可以分散配置嘅。呢個係分散配置咧，係揾自己笨嘅嘢嚟嘅。我解釋俾大家聽點解。股票係最值得全力投資嘅資產，呢個係除咗投資喺教育或者投資喺生意上面，嗰個係另一件事。嗰個係投資喺你嘅 career， 即係我講被動投資。被動投資即係你唔係 make 一個 effort 落去嗰樣嘢嗰度，係買嗰樣嘢而希望佢幫你增值。呢個股票啊，係喺長期回報係贏晒所有嘅資產嘅，贏晒所有嘅資產嘅。咁如果有一樣嘢佢嘅投資回報係贏晒所有嘅資產，你唔去買佢，去買一啲投資回報低啲嘅資產，咁你咪大鑊咯。咁點解唔買晒長期唔買晒股票咧？咁咧就係啲人就話，因為股票有風險，有股災啲有股災。嗱，我將成個推理詳細講俾大家聽。呢個係嗰個所謂嘅風險咧，其實咧就係只要你有正確嘅投資方法同埋投資態度咧，係可以克服嘅，可以克服嘅。嗱，我哋睇睇歷史數據，根據咁多個統計，呢個係唔係一個半個，係全部嘅學術統計。自從1926年以來咧，減除通脹之後啊，美國股票嘅年化扣除通脹嘅回報率咧係6.7至7%，即係譬如今年係3% 通脹，咁即係有10% return， 大致上係9至10%，長期係9至10%。如果用 Standard and Poor 嚟講，嗱，我哋唔好講單一股票，咁咧單一股票咧就可噏可單啦。咁就講大市，大市係乜嘢咧？你買 Standard and Poor 呢個就最大反應市場，即係話如果你唔揀股票，如果淨係買整個大市嘅追蹤基金咧，過去嗰30-50年啊，個 return 係9點幾個 percent， 未消除通脹。呢個就係呢一個。好啦，第二就係債券咧，2至3%債券。黃金咧只能夠保值，年化回報率唔超過1至2%。地產同藝術咧唔係一種呢個係可以分散，但係唔係一種系統優勢。嗱，最重要嗰點就係擊破唔好投資股票嘅理論就係，如果你持有20年以上嘅股票，未曾輸過，喺任何一點買落個股票嗰度，只要你能夠揸20年咧，係冇輸嘅。呢個係因此，如果以你短期去投資咧 ，that is speculation， 呢個係投機我哋排除咗投機。如果以長期投資嚟講咧，唯一合理嘅選擇咧就係買股票我會另外再講，如果買債券又點？呢個短期風險又點？同埋地產又點？呢個就係嗱，我哋先講債券先。假如你由20歲開始，一路到你做40年投資到你退休
呢個25歲開始，每年投資1萬蚊美金，每年投資1萬蚊美金。到咗你退休嗰時咧，你係有200萬美金，有200萬美金。如果你其實儲咗幾多錢咧？你40年啊嘛，每年投資，你咪投資咗呢個係40萬咯。如果揸證券定存，年化回報率2%咧，你變咗60萬美金。你只係咧就變咗60萬美金啫。如果你買股票買呢個 ETF， 嗱呢個係講你逐年去買喎，逐年去買，嗰個 compound 利息嘅利益咧係爭咁遠嘅。同樣嘅投資行為，資產轉值選錯，財富爭3倍，你冇理由咧係揀一樣咧會少3倍嘅嘢嘅。呢個咧係唔合理嘅，呢個係唔合理嘅。嗱，呢個就2條線，呢條線就買債券，呢條線就買股票。你嘅身家咧嘅分別咧就喺呢度嚇。好啦，我呢度再答你，我係答咗2個 technical 問題先。咁樣地產係咪唔可以投資咧？真正可以考慮嘅就係地產。嗱，地產咧，因為投資地產咧有個好處啊，佢係有槓桿嘅，即係咧我細個嗰陣時咧，我後生嗰時咧買樓咧係借90成錢嘅，咁於是你槓桿放大咗10倍。喺香港咧買地產咧係令到好多人發達嘅，直做到呢幾年之前咧，令好多人發達嘅。但係地產嘅缺點係點咧？嗱，你首先要明白地產嘅缺點係點。一就係咧，地產咧，你一買就好大鑊㗎，即係咧佢唔係可以好似股票咁一股一股買入㗎，你一買就成層樓㗎嘛，你冇得買1/10層樓。如果你係高峰買入咧，呢個高槓桿咧就會令你傾家蕩產啦，因為咧你係捱唔起呢個打擊嘅。你唔可以用平均價錢買入呢個擊倒嗰個短期波動嘅方法。第二，地產係一個每一層樓都係唔同嘅，就算你喺太古城邊棟大廈個方向都唔同，每層樓都係 unique 嘅。你買一樣 unique 嘅嘢嘅時候咧，佢嗰個 liquidity 咧就減低嘅，即係咧你樓咧，第一嗰個交易成本咧就比較重，第二你要賣佢出去嗰時咧就困難好多嘅，呢個就係樓嘅特色。第三咧就係咧，嗰啲樓嘅升值咧係集中喺某啲 location 同某啲城市，而你唔係集中喺嗰啲城市或者嗰啲 location 咧。你可以長期唔升值嘅喎，即係譬如好多地方嘅樓咧，都係長期唔升值嘅。所以咧，而你買咗一層樓之後咧，你去收租咧個 return 咧就好細嘅，你仲要維修保養。咁所以真正合理嘅係乜嘢咧？就係咧，你買一層樓咧係愛嚟自己住，然後咧令佢升值。呢個咧就係香港人發達嘅方法。但係咧，你買一層樓令佢升值咧，你同時係喪失咗一啲彈性。即係香港都好啲，因為咧你由港島東去到新界西返工，咁咧忽然之間，即係你本來喺港島做嘢，轉咗去新界西，咁你咧就唔可以搬去新界西，因為一層樓咧喺港島東啊，所以咧佢係令到你嗰個選擇定居咧。係喪失咗個 flexibility 嘅，而且咧就係喺嚟緊呢一個咁樣嘅呢個樓市啊，我哋睇住長期上升嘅，尤其是幾笪地方嘅樓市，呢個係香港呢個大陸啊，譬如倫敦、紐約，短期內係唔係仲可以長期維持咧？我係有啲懷疑嘅，但anyway 唔好講我新嘅懷疑，
就係我以上所講嘅咧，已經係唔可以排除買樓，但係買樓已經唔係最好嘅選擇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嘅結論，呢個就係我嘅結論。好啦，咁啲人又問，咁你需唔需要有啲現金啊？咁我哋將定期存款、現金同埋呢一個短期債券，因為債券咧你 liquidity 咧就好多，咁其實咧債券咧亦都有佢嘅 fluctuation 喎。嗱，如果你買長期債券咧，跟住利息嘅上落咧，如果你短期內要買翻現金嗰陣時咧，你可以唔見好多錢喎，可以唔見10幾20個 percent 喎。咁所以咧，我淨係講短期債券同埋現金。短期債券同現金咧係需要嘅。隨住你嘅年紀越大咧，你就越需要。嗱，就咁樣。因為咧股票咧係有短期嘅 fluctuation 啊，即係如果你買晒股票，買到100個 percent 股票，譬如你需要現金嗰時，你係咪要將啲股票賣出啊？而你咁唔好彩，嗰陣時股票係低潮咧，你賣咗你咪蝕好多錢咯。所以年紀越大，你需要保留更多嘅呢個現金。年紀後生嗰時咧，唔需要咁多現金，因為你有經常性嘅收入噶嘛。呢個係老咗咧，你冇經常性嘅收入，大致係咁啦。你喺40歲之前咧，我建議你咧就係你嘅 saving 咧買80%嘅股票，20%嘅現金 on near cash， 短期嘅債券買美國嘅 Treasury Bill 嘅短期債券，即係得現金。到咗40歲至60歲咧，你就變咗係25%。到咗65歲之後咧，你保持30%嘅 near cash， 以免你譬如急病啊、大病嗰時咧，你要賣股票。嗱，呢個就係已經咧係作咗防備㗎啦。好啦，嗱，我哋再睇睇股票嘅波動。股票嘅波動咧係假象嚟嘅啫，長期咧係一定贏嘅。每年平均啊，一年啊最大嘅跌幅，股票成嗰啲人話股票會跌。嗱，首先第一，你唔好買，即係唔好買垃圾股啦。我講俾你聽，嗱，一隻咩叫垃圾股咧？我會 define 到清，即係唔好買嗰啲太細嘅呢個嗰啲數太過唔清楚嘅嗰啲股票。呢個就係平均股票一年最大嘅跌幅咧，就13至16%。自1928年到而家，每4-5年就有一次跌2%嘅，呢個就係個 fluctuation， 呢個就係個 fluctuation 嚇。任何人買咗20年，從來未曾試過有虧損。嗱，呢個報告就係1920幾年到而家，你喺邊一點買咗，你揸20年咧，從來未曾試過虧損。就算係華爾街嗰個大衰退都係呢一個係未曾試過蝕本嘅，所以時間就係最佳嘅保險。嗱，我哋睇睇，如果你一次過點樣解除呢個威脅咧？你一次過投資就有個風險，你就係喺最高點買入，但係咧而家咧我教你長線投資嘅方法咧就唔係咁嘅。係一定要定額呢一個定期嘅投資方法。呢個應該點講？我解釋俾你聽啦。我頭先我咪舉個例咯。你每個月做1萬蚊，後來做12,000蚊、2萬蚊咁，你個個月去買咧，咁就唔會買到高點嘅喎。就係第一。根據 Morningstar 嘅統合，5年複合回報率。5年嘅複合回報率平均係幾多咧？你只要買5年，用呢種方法嚟買，最低係3.1%，最高係17.9%。只要買5年，20年咧最低都賺4% 一年，最高賺18% 一年。即係你任何一點開始買，
你係咁平均去買5年，你最衰嗰個，你最衰運咧都賺3% 年，都多過債券。最高咧可以賺到17.9%。如果20年咧就唔係啦，最低咧都賺4%，最衰運嗰20年，最高嘅咧可以賺18.5%。分析證明啊，呢一個係你係一定要平均買。如果你係錯過咗有啲最佳嘅月份咧，你個收益咧就會跌咗落去個債券個價錢差唔多。所以咧，你係唔好自作聰明，要不停買嘅。Morgan Stanley 嘅研究 CS 回調之後持續持有就可以獲得正回報，你唔使沽出去嘅。股票短期風險咧係可以用策略性控制，長期嘅優勢咧係冇懸念嘅。嗱，我再講一次，債券投資係依然係有風險嘅，債券咧係可以有20-30% 嘅 fluctuation 嘅，除非你揸到佢 expire。但係咧，你揸到佢 expire， 即係點講咧？我唔會賣翻出去嘅。我買10年債券，揸到10年尾，咁你就可以計到你嘅 return。你知唔知啊？咁如果咁咪咧，你就買短期債券。咁佢同短期呢個定期存款咧，即係得少少嘅分別啊。咁所以咧，佢嘅總共翻嚟嘅 return 咧，佢會比起買股票咧爭3倍以上嘅。呢個好重要，呢個就好重要。好啦，物業咧係要買到啱嘅 location、啱嘅城市、啱嘅 location。嗰個因為你用好大嘅 leverage 咧，佢依然物業係有好大嘅風險嘅。譬如最近咪好多人負資產咯，係咪啊？呢個係啊。咁所以咧，你除非自住，如果唔係咧，你係覺得好穩陣。如果唔係咧，你係用物業投資咧，依然係有風險，而且而家咧就似乎喺好多地方都過咗物業投資嗰個最高回報嘅時間。所以整個意見，我係推翻所有投資顧問、理財顧問教你嘅嘢，就係後生嗰陣時就係90%啊喺股票，每個月儲啲錢不停買。如果你已經有一筆錢開始買，咁你就買半年、1年咁樣啦，咁就買個平均價。如果你40歲以上就保留 20% 啦，60歲以上保留30% 現金。That is more than enough。長期嚟講咧，你一定贏嘅，呢個就係啊。好啦，我哋試下比較呢個係啊。股票每年6-7% return，嗱呢個 average 咋嚇？個方法咧就係一定要分段買入，永不作短炒，永不作短炒，永不沽空。嗱，我會第二講嗰度解釋俾你聽，呢個係嗰啲股息再投資，短期內波動大，但係靠 time factor 贏嘅。我會解釋俾你聽點解 time factor 贏嘅。呢個就係地產含租金可以槓桿，流動性比較差，地點依賴性強，債券好難跑贏通脹嘅，黃金係冇乜 return 嘅拉勻。黃金藝術品呢啲嘢咧係靠知識嘅，即係咧你係識得嗰樣嘢，買翡翠啊，買呢個藝術品，你係要買得叻個人啊。而呢個咧係專業嘅，有啲人係，而且個買賣差價咧係好大嘅，呢個係啊，明唔明啊？呢個就好啦。嗱，你去睇呢啲書 ，Roger Ebsenstein 透過 SBBI e-book 呢一本書 Stock in the Long Run 係計晒出嚟1871至2001嚇，呢個係呢一個股票。回報係6.8，黃金負0.1，債券2.8，20年實質回報最差都係正值，都有3.1。過去冇20年期間實質持有股票虧損嘅，呢個係好啦，我話俾你聽，
長期持有策略係可以克服心理障礙。我都話俾你聽，如果你用呢套方法，嗱，佢呢套方法就係長期儲股票。我係1997年已經係主張呢套嘢嘅，我主張呢套嘢嘅。咁咧就結果咧就係近期咧我再優化咗呢套嘢。嗱，我再講佢個例子咧，你見唔見到 Warren Buffett 大半嘅錢都係買股票，會唔會買其他嘢？需唔需要分散投資啊？係唔需要分散投資。我要打破理財顧問嗰啲講法，就係咧唔需要分散投資，純粹買股票，留翻少少現金。呢個係最聰明嘅方法，最聰明嘅方法嚇。呢個就係第一講嘅結論。呢個就係長線投資嚇，即係咧你諗住買股票咧係唔會少過5年嘅，冇5年後你先可以轉持有嘅股票，嗰個係第二樣嘢。一定要分額分階段買，呢個分定期分額，避免個風險。我舉個例啦，你如果買隻股票，我而家通常咧揀到隻股票咧就3個月至半年平均價買入。如果我一定買，譬如你日日買1萬蚊，嗰隻股票升嗰陣時咧你就買少咗噶嘛，跌嗰陣時咧你就買多咗噶嘛，因為股票價值跌，你個定額拉勻咧，你個價咧一定平過嗰個街價嘅價，咁樣咧個風險咧係好少嘅，呢個就係啊。好啦，如果你乜都唔做，買 ETF 都已經係贏嗱，你供 ETF 咧都係贏，但係我主張嘅唔係咁，我係會揾一啲股票，一種投資方法。係令到咧你可以發達嘅，呢個就係接受每年10至15% 嘅回調。記住，股票跌即係好似 Palantir 跌咁，你唔好驚。債券、黃金、地產可以保留，但係咧只係少少嘅啫。唔好 try to be 聰明，捉短期嘅波幅。哇！呢段忽然之間〜黃金好啊，你就去買黃金。呢段澳元好啊，買澳元。結果咧，呢啲咧係捉蟲嘅啊。好啦，第一個股票喺長期回報係有壓倒性嘅歷史證據同學術支持嘅嚇。如果唔係系統短期波動係可以克服嘅，唔需要驚嘅。你一定有足夠嘅心理因素，唔使驚。我睇見啲人咧買股票，日日喺度擔心，哎呀佢跌啊，呢個佢升啊，哇點啊要唔要買？完全有如老僧入定，你唔好理佢，你就贏。其他資產回報咧，可以補足某種用途，但係冇長期效應。呢個係黃金、藝術、地產、債券係次要嘅，甚至可以唔買。你係唔會買一樣嘢。長期嚟講係輸俾股票嘅，呢個成個講嚟講咧係唔合理嘅。好啦，既然股票咁重要，第二講就講買股票多數輸嘅。股票嘅經驗喺多人經驗多數輸，70% 人買股票都輸嘅。你一叫啲人買股票咧，佢話：哎呀唔好嘅，呢啲輸就因為佢哋嘅個人體驗就係咁。嗱呢一個咧，我就係會詳細地加以解釋點解多數人買股票輸，同埋點解買股票唔輸。咁你問，喂點解？如果你買股票咁叻，你一早發大達啦？唔係喎，我係呢幾年先至識得咁買喎。以前咧，我細個嗰時咧，我後生嗰時咧，唔可以買美國股票喎。買美國股票咧要打電話俾股票經紀買，冇得網上買，半夜唔瞓先得。而且開戶口都困難。而家喺網上買，可以全世界買，梗係唔同啦。同埋呢套投資哲學咧，就係呢3幾年我先至徹底完成嘅啫。大家繼續聽咯喎，而家嚇。